感那个回水见大年回春，打出一步拍摄龙花。都回春安家嘅景色，却按用半年运气，上位都看住下。也會喺呢度推動宣公主填出為到嘅中央景點，三線推老北用橋。不過除咗呢位老五公之外，呢對宣公嘅儀式還做乜嘅？注定差哥對推十之前夫婦官撒個，冇想食佢嘅影客，從而唔會啲都停留。當然未出唔會啲會嘅兩位主片，順利會眼什麼行公數，其實很狂人之質。充滿歷史文化嘅客家居民故事。箱20斤的，然后还有这一箱，总共6箱20斤。哦，这个先宅配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还没，这一个5张连在一起的先宅配，因为他明天一定要拿。當然12年來到宣公主嘅山檔。家家户户都會按用按摩hand嘅種類，上到染到就下裏嘅肚臍感，越差送咗嚟半機包裝，貴婦人都會停手，丈夫會差孕婦你下嘅停帶。這樣就不好了，壞掉了，已經它沒有價錢了。這個已經蟲咬到了，你看它多漂亮，它就是咬這一顆。有甘啦。佢小甘啦，你問咗對買冇？咗對買啊！呀，做咩講嗰個事咯？誒，我呀，你叫人嚟搶人嚟嚼安睇了啊！我買40萬元呢。啊，正常嘅做對買多少錢啊？正常嘅哦，搶人嚟買60萬元，整20萬元，整間20萬元。而家要刻到幾多？咁撞幾多啊？但係做到你。係做得了，要款嘛？你家9點過嚟都8點7啊，你1點點下。这个不能放那么快，要慢慢的，嘿，快的话就不准了。英國嘅肚臍感係天地類當中個子最大嘅，一般感嘅類是有一隻脂肪，不過肚臍感就2隻脂肪，一隻正常發作，一隻壓體唔會變態。所以就變做嚟2隻細腹膏，就長係肚臍強壯，所以就按照肚臍感。下次佢哋個後還就嚟發現肚臍感係冇嘢呢。佢哋肚臍感吼，佢冇化粉啦，你開化時節落去看吼，所有嘅感嘅吼，開化時節攏有汪汪嘅化粉，你哋肚臍感冇，所以它是用一講貴語的自花授粉哈，所以講佢感嘅吼，佢哋肚臍感佢冇因。有總係一粒水清少啦，一粒半粒甜啦。而家將肚臍感、肚臍花都冇強壯，就計抗啲啲度，就計貼出來，大家都長係會一計藝術品強壯。今年吼可能醫水個足大個結，皮膚又多滯吼，一個肚臍感落嚟啲，有啲肚臍，鬼瘋啊！而細細未看你到肚臍咧咩？有啊，細都有嘅，都見睇都要見睇。會見睇。係啊。啊，像你愛拖包該推嘅時間，愛見睇就會包咧。我就差唔多了9公分錢。9公分錢。就是東北季用來進錢嘅。將你愛當你整條書按照你下下來強力。唔怕叫人哋，你嗱處理好些，上來都打得冇賣頭嘅。哦，個品質冇好都冇賣啦。既然達到當季嘅肚臍感，本應按照甜地方，因為佢係感幾類當中經濟價值最高嘅，從解決啲金浪，出咗啲賣到幾百個元。大部分我們是上樹了，上樹，對，我們都爬上去了。還是你們要用爬的？用爬呀。就這樣吊着嘛。我親好一點，眼前是數量較少嘅是買到100嘅，嗰個像出一本貨咁樣嘅。我那一般就80。一般的80。80，那較貴都係70、60都能買啦。平平太啲嘿。成功症吼，肚臍感的30版吼，它又有4版。啊，人呢
差不多农民有60-70位人来种。发展到今差不多有20年左右了。目前有64甲左右啦。一年的产量，像今年它有30万斤。推翻一下，除了推动之外，推种南投地区没容易种，只会品质好，卖到唔难卖，价是一直都好，所以栽培管理还要种得青菜。这个就是芽点，每一个叶柄这边的芽点，有没有？哈，有没有？它就从这边长出来啊。以后它如果形成层哈，有年形成层有过的话，它的那个水分接得过，它就从这边长芽新来，就是我们要的品种。可能会膨柑、会烟柑、哈，会了肚脐柑，乜个柑都重要。规个苗师都系抢住嘅树肉，今日山当了健康苗草，当年都会接掉配入6000头肚脐柑树肉，用路头做树基，配入出嘅树肉差唔多都会生。你做几个挑剔？几个挑了米煎拢冇诶。那个形成层到形成层会黏会倒来吼，黏会密网来，含摆去鱼挑接会倒，佢就较夹残存。你俩。柑的类吼系冲起的作物，你种水夹会3年果长复达，太大丰产年吼，太大会超7-8年果。你安尼接吼，第一，佢树形袂较长；第二，佢产量袂较高；第三，品质袂较好。过来佢耐平。肚脐柑当年求了10年的开发，我一直到高庭的10年长入豪宅。如此煮到水，見黃色嘅肚臍柑，最早對中國傳到葡萄牙，過到巴西，包梅流傳動法係對巴西傳到美國國後。台灣是係早點日本水退出認證，人上栽培。日治時代都會用日本人來檢驗，伊感覺那邊的土質、氣候，還有海拔，非常適合幾層跟柑橘的那個種植。所以日本時代其實種較多是完全死芽，後面個開始種那個幾層。海岸山脈本身都有石灰質嘛，所以它原來果樹需要的鉀、磷、鈣都有誒，尤其镁、肥啊，在這邊是最優勢的。所以在先天上，伊那個地質都唔是不用掠到的化學那些肥料啦。伊个这里有土质土质有经驗過啊。而家这里種乜嘅，這里種乜嘅，而家有夾田啊。像你該時間你啲條平時係做乜嘅？而家係做技術人員。技術人員會做哪條事情？技術人員都調柑拍啦、種柑嘅啦，個剪柑拍嘅台灣嘅。日本水退，日本人地下訓練參演主是飛沙。宋時年老太高，宋少年都係啲飛沙是頭路嘅。而家16、17歲也2歲人用嚟，而家警察嚟話18年用嚟。而家警察嚟行啱好。啲老師也那30萬元左右，而家外國也60萬元左右嘅人工嚟。我記啱啦到咯。你做飛啊？三元株式會社跟台灣政府就是說租用1100多甲。它實際在這邊種植是90幾甲，柑橘類都29甲，在這個地方，所以唔見啊昆蟲去農種柑咩，所以佢海人都行來人家做柑咩山。除了之外，了解日本戰爭時期時候，山當每種類動都會比馬、出個老熊貓，還有參演主是飛沙，其實出係奉天海洋牧蟲，對面山當也相似樹下，除該世界飛沙嘅為首。有平嘅邊啦，有啲做嘅平嘅邊，弄嘅平嘅冇大紅冇奶啊，嘅弄條塊弄做呢啊。阿爸咧從呢時奈？呀，從呢呀，就呢條塊做啊，連廣府嘅叔叔啊，日本時代，嘅入邊裝係個細過嚟啊，日本時代嘛要帶過嚟咁樣。推翻廣府過後，今日山土地招標，現代本就嘅推南人標走。
帮每赞助送新一个阿爸阿叔，老街世界群众买下来，改造芙蓉农场。对，你看到了还体积吗？体积少，一样可能，像日本人他那个体的，哦，那个羊头那个，我讲东西。羊头啊，羊头。羊头啊。有没？羊頭糖呢嚟哦。廿幾20年，呢係多嘅啦，呢熟晒。你喺前門呢間係冇？呢前門啲羊頭。前門嘅羊頭入邊㗎，有啲木嘅㗎。呢木嘅溝多嘅入邊天，有啲疏疏，啊嗰邊都減紅啦。房里房表度，如葱嘅花老草，10萬嘅弄出來，展現東方嘅生命力。從因為附近的行業一定要做散檔，促進健性，還係勸強大別嘅健愛精神。該兩時日本人向內東到3000居民都推動中感激，一下散檔還係有10個婦人家，中度時間落實，送福係對偏度4個類嘅南浦客代表，另外還有北浦客，就是無論係公司人，也係回流都未吐。從我都喺小公宿舍搬過來嘅，到今已經差唔多有5、60年啦。叔嗰個喺爸爸街推行去帶啲人理解啊？係卡行係，過來其實為到強羅嘛，知嘛？結婚啊，日本人用啊，卡日本卡前佔領台灣嘅時節，就安尼，漸見曬味曬多了安尼啦，來多了嘅時節都開始嘛是天天嚟做啊，就將試探人量啥，個將來常出7天嘛，所以卡就20條資料人做，按部就做7家，安尼賣金融類種安尼，金錢是種嘅萬能絲啊，萬能絲都出來安尼。留下來嘅補充，從以上為主，留下來嘅頭，落後推人共定物界。新公軍共建最後嘅時節，如26000人沙，一下市中如16000人沙。研究老化老細咗嘅問題，未都漸嘅衝擊人兩隻細菌。其實柑的傘對我們來講，如果像媽媽用的吼，好像一個臍帶把我們就生出來，然後大家四散。連了冇工作機會嘛，年輕人更加因若出去的都冇去歸落。但是出去的有準的，甲困到講，原來自己家鄉那麼美。不過我哋更加要想辦法，都會講吸引安尼嘅想法令人歸落。冇下擺了片山真緊會變歷史。柑的傘會不然喊嘛都喊到。都好像一個歷史這樣，這是我最擔心的。回復出嚟，老風是強壯，都市感也年半夜偏山風靈啊。三個也在東海岸嘅社區，狂人當道半夜唔記得嘅故事。才聽見也下10萬屆成為很想嘅團歷史，也希望做下當日來到新公主，用心體會才提升法，強下論認識，也錯咁樣散。